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頌讚主美麗同偉大嘅創造。今日嘅經文係詩篇8章3節。我觀看你指頭所造嘅天，並你所陳設嘅月亮星宿。今日嘅小故事，有一個老祖父，年老眼力差，所以佢叫嘅小朋友幫助巡視嗰個農場。回家嘅時候，佢就問佢：你睇到乜嘢啊？小孩子話：我乜都冇睇到。老祖父就將佢趕咗出去，仲講：以後我唔容許你咁樣答我。你有眼睛，你年輕，呢度一大片土地，一定有好多事情發生㗎。你去咗咁耐，一定睇到乜嘢值得話俾我聽嘅嘢㗎。從嗰日開始，小孫子就盡量好仔細咁去報道。比如話，有一處圍欄有啲破損咗，有幾隻候鳥啱啱飛起，池裏有5隻水鴨在嬉戲，樹叢裏有一窩雞蛋，有一隻母牛似乎有啲唔係幾舒服。呢啲都係佢以前視為不見嘅嘢。我哋一齊默想，你有冇好好咁睇下你四周圍呢？有冇真正認識你所處嘅環境？每個早晨都係新嘅，每一日都有唔相同。就算係枯燥乏味嘅一日，用心去體驗，你都會有好大嘅得着。我哋一齊禱告。愛我哋嘅天父上帝，感謝你賜俾我哋生命，可以欣賞同埋享受你所做嘅天空宇宙、地上同海裏嘅動植物，整個美麗嘅世界。感謝你賜俾我哋每一日都係清新嘅，讓我哋每一天亦有更新嘅力量，以感恩同順服嘅心，體驗生活中嘅唔同嘅挑戰，經歷神豐盛嘅恩典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詩篇8章3節。我觀看你指頭所造嘅天，並你所陳設嘅月亮星宿。